各位觀眾大家好，最精彩嘅節目咧即將為大家推出。大家睇落去呢份咧係國際規定嘅裝備，佢規定啲乜嘢咧？最矮係1.3米，最高咧係2.5米，有倍數都超過2米。葉片直徑咧係38公分嘅。咁大家知道呢頭絲2個人4隻腳過去推進啦、飛躍啦、轉體啦、上腿啦、鉗腰咧、坐頭啦等等嘅難度動作，一定要合二為一先得㗎。好，有請我哋嘅世界冠軍，獅頭黃奇傲，獅尾黃賢達，我哋俾啲掌聲佢好唔好？好的，刚才我们的林师傅也是给我们介绍了，现在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是我们喜剧小品当中应该说是非常精彩的高双的表演。好了，今天的动作呢，绝对以外有，喺度所有人有冇我？一時起伏嘅高度一步一步，越踩咧，佢後邊咧就越高。而山與山之間咧係河流同埋峽谷。我們這個樁呢，最低是1.3米，最高有多少？都係2米，有間房都冇2米。大家睇到嘅同樣係黃色嘅佛裝絲。師傅喺度諗緊點樣上去呢座山？攞向上一站，攞咗兩頭，跟住雙肩，再嚟向前一跳，再嚟一飛飛上去，再嚟一個飛躍，兩個飛躍，第三個飛躍，再嚟轉體180左右，第四第五，再嚟轉體150度，有乜嘢呢度嘅？再嚟撳翻過嚟，再嚟呢個橫推進。去5步啫，再嚟轉一下就冚翻過嚟，翻返轉頭一望，哇！非常驚險，道路好險要啊，好危險，哇！好高，喺個高點，諗起都心有餘悸，有啲光有啲震，唔好震得唔緊要啊！最緊要好腳軟，一腳軟咧會點啊？唔使講啦，做住啲動作。講話後邊喺度贏落啲山嘅高度，唔所走嘅道路，邊啲可以走，邊啲唔可以走咧？用一啲嘅方法嚟行。正在思考當中哪條路該走，哪條路怎麼走，我們可以看一下。因為大家知道耳仔、眼蓋同埋嘴、尾巴可以喐，佢內心世界佢要反映出嚟咧，一定要做到人獅合一，還我本是獅，因為我就係一隻獅子嚟。我高興嗰時，同樣舞獅嗰人要高興；隻獅嬲嗰時，舞獅嗰人一定要嬲，咁先得嘅喎。咁大家有啲場內嘅，或者喺度睇直播嘅。舞獅係咪好好？好啦，再嚟2個飛躍，第3個、第4個180度轉身，冚翻過嚟連續，最後2個連招引進，哇！嗱咁都得，再嚟放埋過去，呢位上上去，再嚟一彈埋上嚟，再嚟一個可頭嘅動作，轉起180。
呢個一個獅子回頭，一望住嗰邊啊！俾我睇睇點樣講係嘛？梗係精彩啦！我唔可以拍掌嘅，拍掌就現場嘅觀眾或者係收直播嗰啲係俾掌聲嚟嘅。咁你因為離開好遠啊，今日咧基本上係觀眾唔係好多，係限制人流嘅。咁你就當比賽咁樣去表演就係啦。因為睇舞獅咧，一種係比賽嘅表演，比賽去舞。我們只能希望我們只能希望呢，在屏幕前的各位觀眾哈，如果覺得精彩的話，可以給我們的這個節目點點讚啊，來發個666，為我們的這個醒獅來送上我們的這個祝福。可能望到好多嘢，我就望到好多啦，我望到4隻飛機，天空有2隻，咁我哋睇2隻咧係拍攝用嘅，咁獅子咧就唔理得咁多啦，佢主要嘅主題就係正式比賽咧就必須要有槍嘅。因為彩槍咧係主題，一樖有頭生菜，再加上一個紅包，代表頭是道生財有道。紅包咧唔使講，大吉大利，紅果果，係咪事事咁？好啦，依家獅子仲左睇睇右望望，喺沉沉入面喺度沉聽。喺個獅子望落去成個金咁，係代表財富，都希望大陸人民喺新嘅一年發威，發虎威，揾啲揾多啲，揾到盆滿缽滿啊！沒錯。我們的獅子呢，現在正在左看看右看看，應該還在這個尋親當中啊。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一步，我們的這個獅子會做出什麼樣的動作？一個難度係非常之大嘅，嗰個難度動作只有你諗住講嘅嗰個動作係會做。點講咧？因為佢上台咁困啊，就行咗上去，點睇得夠啦？好，而且好圓滿。嘅東西都係祝福語嚟嘅，咁肯定係大家嘅共同願望啦。我希望國泰民安。好啦，獅子咧就海邊之後咧，我就睇睇前腳先。一個前滾翻，一個財源滾翻。